一哥哥，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，我去给你泡杯茶。一哥哥，喝茶。一哥哥，其实我心里也真的很难过。小凤姐姐也真是，她是你的未婚妻，应该要天天在家里照顾你的呀，还跑去跟李欢喝酒。叶哥哥，你对小凤姐姐这么好，可是她呢？她这种行为根本配不上你。小凤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叶哥哥，我知道小凤姐姐在你心里面是最重要的，可是小凤姐姐她呢？你在她心里面是最重要的吗？我在这里也住了几天了，我每次看到她和李欢在一起的样子，是女人都看得出来。只有面对自己最心爱的男人，才会有那样子的眼神跟笑容。佳妮，小凤和李欢，那都只是普通朋友而已。怎么这么热呀？叶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佳妮，你别碰我。佳妮，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休息了，你也赶快回去吧。叶哥哥，我扶你吧，小心点。小心点，叶哥哥。坐这儿。你没事吧？我去给你倒点水吧。我去给你倒点水吧。小凤，小凤，你回来了。我去倒水。小凤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求你不要离开我。我不会离开你啊，我再也不会离开你。小凤，小凤，我爱你。我明天来请你喝。好啊，还叫上他。再见，拜拜，赵宇。拜拜。拜拜。何宇，从明天起，时刻保护冯冯的安全，寸步不离。放心吧，老大。
买的粉色的鞋啊？去他大爷的！叶佳，叶佳，峰峰，你醒了，你晕倒在街上，是不是叶家欺负你了？哎，叶家，怎么了？我究竟是你儿子还是你仇人？你当然是我儿子了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害我，为什么？叶家，你要相信妈妈，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你这是为了我好？为我好，你让人给我下药，有你这样做母亲的吗？你总说为我好，可是你有想过我的感受没有？我现在才知道，你以前是怎么对小凤的。我对他不够好吗？我已经给了他300万。叶家，他爱的是你的钱，不是你的人啊。他爱的是我的钱。好，明天我就把我账上的钱全部转给他。你疯了，叶家！我是疯了，那也是被你逼疯的。叶家，叶家，儿子！叶哥哥，你还好意思叫我一声哥？亏着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做这样的事有想过小凤的感受吗？我哪一点比不上峰峰？他哪一点都比你好。佳妮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
不要让我再看到你。峰峰，吃一点吧。啊！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病了？他是被人害的。谁害的？老子撕了他！是哪个混蛋王八蛋害你的？我绝不放过他！李欢，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灭他九族！我要把他五马分尸！李欢，是不是你害我姐姐？给我住嘴！我能害你姐姐吗？她比我命还重要。你们留在这里好好照顾她，我要出去一下。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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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最近状态越来越差。最近总是有人跟踪我，我在后院发现了不明脚印。要不要我再找几个兄弟过来？不用，人多惹眼，容易打草惊蛇。到底是谁这么处心积虑，想要对付你们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抓走浮生、刘子业、慕容熙的人，很可能就是跟踪我的人。对手现在在暗处，我们在明处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利。对手非常凶狠，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刘子业、浮生、慕容熙，他们都是活了1000多年的人，他们被绑架，跟我的遇刺，我感觉危险正在步步逼近。冯峰曾经穿越到过去，又穿越回来，话说也是活了1000多年的人。家业用长生花治好了冯峰的病，长生花是用家业的血灌溉的。老大，你在说什么？1000年以前，1000年以后，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啊？这件事情时机到了，我自然就会告诉你。峰峰是我最亲近的人，我怕这件事情会牵扯到冯峰。老大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冯小姐。不管是谁，我们一定把她给揪出来。不好意思啊，他真的不在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。大叔，我知道峰峰一定在里面，求你了，我就跟他讲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就走了。拜托你让我跟他见一面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叔，我就讲一件事情就好了。哎呀，拜托，不行，真是不行。你先去忙。老板，李欢，我知道峰峰在里面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。峰峰不想见你，他不想见我，但我有话要跟他说。我不想跟你发生争执。走。我不走。这里不是林家，也不是叶家，没有人会因为利益的事情而迁就你。你，我怎么了？我不是叶家，还好我不是叶家，这里不欢迎你。走，走，关门。
小风，小风，叶哥哥，我给你煲了汤，你一定都没吃东西吧？先喝点汤好不好？先喝点汤嘛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叶哥哥，你看，你都瘦成这个样子了，要不我们一起出国度个假，休息一下？我们之前不是都说了一起去美国吗？顺便去看先生。我哪儿都不会和你去的。你也该从你的梦里醒过来了。你知道的，我的心里从来都只有小风。不，叶哥哥，只有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，叶哥哥。小风姐姐她不会回来了，她已经跟林欢在一起了，她和林欢才是一对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是你们逼我的，没有人可以这样对我，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。峰峰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买这块地吗？我是想在这里建一个皇宫，你就是我的皇后，你是这里唯一的女主人。虽然住这么大的房子，可是我并不快乐，因为没有你在我的身边。我特别害怕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感觉好孤独。好渴望你能够在我身边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你，只有你能够让我真正的感受到快乐，让我心里真正的踏实。小风，我是李欢。李欢，小风的电话怎么在你那儿？他不想见你，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了。李欢，你把小风怎么了？他现在好得很，不关你的事。李欢，我告诉你，快点让小风接电话，不然我真对你不客气。来呀，有种就过来，我正好想找你算账。峰峰，叶家说他要过来，正好，我也跟他理论理论。
林家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偏向我们跟别人合作了？妈，你看。嘿，我说这真奇怪了，我刚和他们签好意向协议，在这种时候出这种新闻，这不存心让我们叶家难堪吗？林家这变卦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，跟火箭上天似的，这怎么合作呀？哼，昨天林佳妮没来，我就觉得这事儿奇怪了。叶家也不见个人影，会不会他们闹出什么毛病啊？没准儿。哎，本来都谈好了，叶家和林佳妮结婚，咱们叶林两家合作，怎么就那么不讲信用啊？哼，无所谓了，林家不跟我们合作也是他们的损失啊，对吧，妈？哎，阿姨呀，您这些日子不是老去林佳妮叶家那边吗？什么情况啊？哪儿什么情况？够了，都给我闭嘴，都出去！我也累了，我去休息。你说清楚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问你，你对叶家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？我能做什么呀？你干嘛不问问叶家他做了什么呀？完全不顾家族利益，目光短浅的家伙，他鬼迷心窍了他。家族利益？你做了什么好事？就叶家回来前一天晚上嘛，佳妮来找我，她哭哭啼啼的说她坚持不下去，我想帮佳妮呀，更想兼顾家族利益呀。这郎才女貌，门当户对，不也是儿子一生的幸福吗？你不也说了，这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才重要。是啊，结果呢？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其实我并不在乎和林家合作的损失，我只是好奇，你不是常自诩自己高贵吗？为什么会用这种愚蠢下流的手段？有几个女人敢用这种手段？更何况你是对付自己的儿子，你从哪儿学的？你们让开！你不让开！让开！不能！林松，小风，芳芳她怎么了？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了？小风，不管有什么事情，请你听我解释。这里不欢迎你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肖兆业，带你姐姐回去休息。是。姐姐，我们进去。小风，小风，让我进去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爱她吗？就把她爱成这样吗？老实说，你跟林佳妮是不是已经有染了？那是我的私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刘欢，就算我求你一次，让我进去吧。好啊，既然你还不死心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自己进去跟他解释清楚。小风，小风，小风，别碰我！
我想关上门头也不会。惨白的月光下，尽是狼狈，尽是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你已经好久都没有回过家了，我特地叫厨房给你煲了养生汤，起来喝一点吧。我不想喝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原谅妈妈？叶家，叶家。峰峰，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所有的事情似乎都是朝着我们这些千年君王来的。我还不知道能照顾你多久，你要赶快好起来。昨天肖昭也来电话了，说饭店的生意异常的好，说让你别担心。他说他们都想你了。其实我也很想你，想以前那个老骂我的你。最近的日子有一半难过，一半开心。难过的是你时好时坏，开心的是我能够这么近的在你身边，你不知道我有多幸福，感觉我的心就像一块糖，慢慢的融化了，好甜蜜。一直融化到骨头里。我饿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好饿，我想吃豆浆油条。峰峰，你好了，你好了。
王伯，哎，把这些花都换了吧。这些花都开得挺好的呢。换成玫瑰花。哎，小凤一直都喜欢玫瑰花，等她回来，看见有这么多玫瑰花，她一定非常高兴。峰峰，先进去吧。啊。小凤，小凤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小凤，你这才回来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小凤，你跟我说说话吧，小凤。小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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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小凤？叶佳，其实我知道，你早就不喜欢我了，我还傻傻的以为真的有灰姑娘的故事。没有童话。叶佳，我们分手吧。小凤，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爱你，小凤。我不会跟你分开的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分开。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永远不跟我分开。小凤。
小凤，不要离开我，我不会和你分开。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下尽是狼狈，青石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姐姐回来了！啊，姐姐回来了！姐姐，姐姐，你没事就好了，真是太棒了！我来，姐姐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都，姐姐，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我们都很想你啊。对，我们一直都很努力打理生意，生意跟以前一样好，我们都等着你回来呢。大哥，你的手机已经被跟踪，鳄鱼。就是，姐姐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都好担心你。姐姐，我学会了做菜，做的跟福生一样好吃。大哥，福生的尸检报告出来了，他身体里的血液都被抽干净了。慕容熙是和福生一起失踪的，恐怕也凶多吉少。大哥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你已经被偷袭几次，我怕这样下去，连冯小姐都会有危险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李欢呢？刚刚还在这儿呢。对啊，刚还
还在这呢。张先生，这个价格很合理了，您可以去中介打听一下。我觉得。张太太，您可以去楼上先参观一下。好。鳄鱼，走。怎么回事啊？李欢为什么要卖庄园？我不知道，老大说卖，我就按照吩咐帮忙打理。他人呢？老大外出了。外出？去哪儿了？他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办，他的行踪我不方便透露。那你把李欢的电话号码告诉我，他以前的号码停机了。对不起，冯小姐，这个无可奉告。李欢没和我在一起，我给他打电话也联系不上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以前有事情都会告诉我的，可我现在给他打了好多电话，根本就打不通，都联系不上。芳芳，我听说我大哥把你从叶家那儿接回来了。据我所知，我大哥喜欢你，那是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上怕摔着。现在你出现了，我大哥又不见了。是啊，这也太蹊跷了。该不会是人间蒸发了吧？遥控器怎么会突然失踪呢？刘子夜、浮生和慕容熙先后失踪，现在是李欢。下一个不会是我们吧？啊！芳芳，你跟我哥分手了，会不会我哥找大哥决斗去了，然后就毁尸灭迹了？叶波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能不能不开玩笑？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那天李欢给我打电话说约我见一面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，根本听不懂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要重新进入演艺圈，还说他要为未来自己的生活重新做打算，还要在事业顶峰的时候急流勇退。我现在想想，觉得他根本就不是说出这种话的人，真的觉得太奇怪了。那这么说，我也想起一件事儿来。大概在1周之前吧，我叫上大哥，跟我其他几个哥们儿一起去喝酒唱歌，大家都很嗨，就他一个人在角落里面闷闷不乐的。结果你猜怎么着？我走过去一看，发现我哥那地上一地头发，全是他掉的。就他那年纪，怎么可能掉那么多头发呢？是啊，李欢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芳芳，
你也别太着急了，我已经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找他了。我这几天已经把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都找遍了，都没有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喂，小风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谢谢你关心。那你能回家一趟吗？我一个人在家，太冷清了。小风，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说书房的灯太暗，看书总是看不清楚。我已经给你换了一盏大功率的灯，现在书房特别亮。还有，你不是说你喜欢泡玫瑰花浴吗？我也给你把浴缸里全都泡满了玫瑰花，等着你回来。你这几天有没有见到李欢啊？李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的吗？他……小风，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没事没事。这样，你告诉我你在哪儿，我去找你好不好？我现在有朋友在，不方便听你电话。再见。小风。谁啊？叶佳。叶佳？他也没见到李欢。那怎么办？他到底在哪儿啊？翻滚吧，牛宝宝！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，这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，哼，他该不会回到新线上去了吧？叶波，猪猪，好，明天河边见。啊！你真的穿越过去了，然后你又穿越回来了。我说当初见李欢的时候，我还觉得他神神叨叨的，我还以为他这里有问题呢。谁知道，不是得病了，是真的。啊，我的妈呀！你说这世上还真有这种事儿啊！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他。峰峰，真没想到，我怀孕这段时间，你发生了那么多事儿。命运真的是很奇妙，有的时候你猜中了开头，却根本猜不中结尾。可是，我还是不明白，那个时候，你们俩一见面就吵架，你还说李欢是你的大包袱。我以前一直想办法甩掉他，我打他，骂他，欺负他，他还依然对我那么好，默默地承受。他真的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不再是那个冷漠、高高在上的皇帝。猪猪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在他那儿那么肆无忌惮吗？为什么呀？
是不是因为他杀了家业，他觉得他亏欠你？因为我心里知道，不管我怎么对待他，他都不会抛下我不管。自他失踪以后，我就发现我的心没处放了，感觉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被挖空了。猪猪，没有离婚，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意义都没有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好想找到他。放心啊，一定会找到他的，你放心。有我在，我陪着你啊。他在哪儿啊？叶先生，李欢失踪了。什么？李欢人失踪了？这消息确切吗？确切，叶先生。为什么你的研究里面缺了李欢不行啊？当年秦始皇得到一个长生不老的配方，方子上说必须用活到1000年的人的血来制造长生不老药。根据我对李欢的调查和观察，他正是这味主药。咱们不是有几个小暴君了吗？他们也是1000年前的人啊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实验，小暴君的血液勉强能维持长生花不死，但花朵却在枯萎，效果并不明显。我明白了，可是以目前的情况看，要抓住李欢太难了，他简直就像狐狸一样狡猾。哎，李欢很重要，不过还有一个人更重要。我们的研究遇到了瓶颈，现在急需一个医学专业更加出色的科学家。你说的轻松，我现在雇佣的人哪一个不是专家？放眼医学领域，还有谁能比他们更专业？有。谁呀？你的儿子叶家。叶家？哎，叶家，来坐。爸。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臭小子，非得有事才能找你啊？你看你多久没回家了？哎，叶家，你和冯小姐的事情呢？爸，如果您要是谈这个事儿的话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的事我不干预，我呢是有另外的事跟你谈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一直在做一项医学研究。医学研究？我怎么从来没听您说起过呢？这项研究没有成功之前，不方便对外公开。什么研究搞得这么神秘啊？你知道都是哪些人参与其中吗？哪些人？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医学天才、专家和学者。爸，您到底在研究什么呀？我在研究一项伟大的医学课题，正在研究长生不老药的制作。如果能够成功，人可以永生不死。叶家，这个项目你是第一个知道的。我之所以找你来，是因为我需要天才的头脑，医学领域的。人怎么可能永生不死呢？这完全不符合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啊！古代老子说过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。”规律也是可以打破的呀，难道不是吗？人类以前是无法上月球的，现在呢？宇宙飞船的发明，中国的神5、神6，不是也在月球旅行吗？您啊，跟我说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。您所谓的什么长生不老，那是无稽之谈。怎么叫无稽之谈啊？爸，我不跟您争这些了。您说您工作了一辈子，这都马上退休了，您和我妈去国外旅游，养养生，多自在啊！研究什么长生不老吗？再说了，从古至今，您说哪位君王他不想长生不老？
可是到最后呢？有谁真的把这个药物研究出来了？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叶佳，这么说，你是不愿意帮爸爸喽？这样吧，我给你点时间考虑考虑，想清楚再告诉我。施主，阿弥陀佛。师傅，这里是不是原来有一个洞啊？洞？什么洞啊？上次我和李欢来的时候，正好发生了地震，地面塌陷后就出现了一个洞。老衲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，从未发生过地震。怎么可能呢？我们两个还掉了下去，还在下面发现了7个小暴君。阿弥陀佛。师傅，李欢有没有来过这里啊？我不认识李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听他说过，你是他的一个朋友，他经常来这儿听你讲经文的。阿弥陀佛，女施主啊，我不认识你说的什么李欢、张欢、赵欢的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搞错了？不可能的。世上所有的事都是幻想，你看到的、听到的、嗅到的、触摸到的，无非都是内心的投影啊。师父，你骗我呢，对不对？李欢是我身边真实的人，我刚才说的一切都是亲眼所见，没有半句妄言。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我本来就是一个俗人，怎么会不染尘埃呢？女施主啊，世上之事总是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，不如放下，看破，便也无所挂碍呀。师父，如果李欢来过，麻烦您告诉我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他是不是还活着？阿弥陀佛，女施主啊，凡事何必执着，随缘而去吧。
就回去了。你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？你这个僵尸，妖怪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，已不复存在。缘分纠缠今生，却没留下任何可能。刘欢，在前世擦肩而过，真心你在哪儿啊？回忆还残存。你回来吧。缘定今生，就算你要去哪，你也要告诉我。我好担心你啊！你在哪儿啊？你说过的，不管怎么样都要对我好。你是李欢啊，你说话一向都是算数的。你怎么能丢下我不管呢？你说过的，就算穿越回去，你也要带我回去，要让我做女暴君的，你都忘了吗？你回来吧。没有你我不行，我真的不行。你回来吧，你骂我是蠢女人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在哪儿啊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不要，放手，芳芳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有人在追杀芳芳。老大，那只是一个梦而已，别担心。我还梦见了一把剑。剑？什么剑？我用那把宝剑杀过无数的人。我的皇祖母就是用那把剑杀死了我的父皇。那把剑从锻造好的那天起，就用无数的鲜血祭奠着，所以锋利无比。老大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啊？既然让我做这种梦，是不是老天对我有什么启示？老大，你最近思虑太多，需要好好休息。不过，到底是什么人要追杀你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。芳芳最近怎么样？冯小姐像疯了一样，满世界找你。随她去吧。老大，照这样下去也不行啊。既然你这么担心冯小姐，应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。不，我不能。可是照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这才短短几日，
风小姐已经瘦了很多，而且整天整夜的不睡觉，见人就疯疯癫癫的问有没有见过李欢。叶博士，这是研究记录，你签个字呗。叶博士，你好几天没回家了，这样工作身体受不了。没事，你先出去吧。